高雄气爆造成严重嘅伤亡，主要原因都系佢当时设立嘅沙发管线，竟然路边啊睇几多民众睇嘅发通嘅尸体替代下。虽然高雄市长陈橋显示讲，在其嘅沙发管线唔会购买转去，不过更加还系有位载明，看下到任何管线都强拍拍的哟。高雄市议会今日5月底通过嘅自治条例，沙发管线所有人公司总铺也嘅呼吸要使他睇高雄，不过想要彻底消除民众嘅疑虑，怕冇安家。很急躁不安，因为很没有安全感。反正就是不要提到那个让我气爆伤心的事情了，一提到我就难过。上到气爆高雄市嘅情形，还是强下下嘅天表唔贴，望着咸淡。三道路也特别也下内主管嚟到当地嘅政府嘅建筑工地，就啲也快诊所嘅同小姐，当日还是少多多嘅无完无落。啊，这个线是电话线呢，还是电线？我们都搞不清楚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、不懂。沙发管线太爆炸，同小姐也下无论看到任何嘅管线都会强。尤其我们后就有几条唔知按任何用嘅管线，年从日久对精神上来讲系动态压力。其次到动用药，还是上爱自杀。我假是一死，不是就一了百了。那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说，这个瓦斯炉啪让我死掉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去管这些事情？那时候晚上很郁闷，因为晚上整个都是山多河，然后整个路都不通，那我就在这里画这个浴火重生。当上太马上，老家诊所开台玻璃崩烂铁，但未必下烂。其随处老高雄市嘅心情滑下来，想老鼻碰炸起来，才发现是为拿起把笔，心肝就唔会安笑，安不安。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啊，我画画的时候完全我就可以融入这个画面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快乐。边啊？好，来，好，我来给你看一下你身体哈。高雄市林雅区复发里496户里面当中，超过70%系气爆灾民，所在比例清高。当然是还遇到居民的生活都还蛮正常。沙发管线带来嘅心理压力，就连有医疗背景的同小姐都当难行过牙关。行家唔是讲一般人，不要经过这里就是要有个专区的，因为里面有专区的话，我们有一些真的需要那些材料嘛，要像你刚才讲的专区设定，所以以后就没有什么安全疑虑了。大家互相监督。104年5月的高雄市议会通过《高雄市基于工业管线管理自治条例》，规定管线所有人停在老总公司实到高雄。公司在这边，你高层在这边，好，你才能够认认真真的把这些管线的安全当做一回事。同时呢，当事故可能发生的时候，好，你们的整个指挥管理的系统，好，也有最迅速的通联。这一步是对是错，暂且在讨论，但是起码这一步我认为是促进沟通的第一步。高雄的产业要怎么走？是继续作为一个重工业都市这样持续的走下去，还是说高雄真的有办法转型？我想这个大概不是5年、10年内可以做到的。气爆过后，高雄市长陈桥讲，在其嘅沙发管线唔会再过买多转去。小为3条沙发管线，不过体内下还系有86条沙发管线。气爆爆出嘅疑问去从事嘅沙发管线管理问题，考验主管机关嘅太难题，也下障碍开始。下个新闻嚟见有陈做高雄报道。